风台过了后，天狗热是得咧压起来。彰化县即嘛出现今年头一个本土病例，是伫婚林的一个种笋的农民，也那桃园共款嘛是标出头一个。台南市是一困头增加30例。有专家就建议讲，最近较会落大雨，水沟啊、甲大排或者是花盆啊等等，拢爱顺顺看看咧。若是有积水，就拢爱随倒掉，避免天狗热继续摊开。环保局另外赶紧来喷药啊，全力围堵天狗热疫情。彰化县昨日暗时接到卫福部的通知，讲出现头一个本土天狗热的个案，是一个种笋的人，研判感染源来自云林。经卫生局已经完成调查，执行员清除的防治工作，呼吁民众若疑似症状，爱赶紧去医生看。个案为云林县古坑乡荷包村笋农，潜伏期间有该地的活动史。经研判感染地为云林县，协调环保局及乡镇公所启动第一波的化学防治喷药。台南市的天狗热疫情依然是真严重，第昨日新增加62个病例，创下今年一天内底第二关纪录了后，13个增加30例，全市总计已经有1253例。即阵有348间医疗院所提供天狗热快速检查的器械，民众甲游客若需要会适时检查。卫生局呼吁客家师傅防范网虫的工作，还要使用防蚊液以及家里的门窗、纱窗要修补好避免被蚊虫叮咬。睡觉的时候最好能使用蚊帐那这样子的话保护的效果更好。你用帆布盖着或雨衣盖着这些东西其实它不透水嘛，那它又凹凸不平，那雨水下来就会在里面，那个也都很容易长天沟、水沟，它自己要去寻。就是像现在登革热流行，其实建议不要储水，然后就是不要去接雨水去省这个水。专家建议，风台大雨过了后，周围有使用篷布甲雨伞盖着的物件，爱有防积水，也佮有水沟啊甲盆栽啊，赶紧去顺顺的。此外，若是有储存雨水的物件，拢应该甲剔掉，避免天狗热疫情继续一直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